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我係主播林思齊，歡迎大家返到嚟世界時事粵語解讀。我哋呢個頻道主要會討論本地同國際新聞，話題會涉獵到科技、經濟、民生等等。有時我哋都會同大家分享醫學、營養科學等嘅健康知識同生活趣事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類型嘅題材，記得幫我撳個 like，訂閱我嘅頻道，仲有 share 埋出去，俾更多你身邊嘅朋友仔睇就最好啦。多謝大家支持。今日我哋唔講新聞，我哋講動物。呢個世界原來有一種動物，每年殺死接近100萬人。佢唔係鯊魚，亦都唔係毒蛇，答案係蚊，一隻細小嘅昆蟲，竟然係人類最大嘅宿敵。到底我哋係咪應該將佢哋斬草除根呢？如果有一日蚊喺地球上完全消失，世界會變好咗定係壞咗呢？每逢夏天，一出街一行山，特別去大自然，就會俾啲蚊咬到一粒粒又紅又腫，痕到抽筋。雖然呢啲只係皮肉之苦，但對全球嚟講，呢個係關乎人類命運抉擇嘅生存問題。嚟緊呢條片，我會同大家一齊研究下滅蚊嘅好處、滅蚊後食物鏈嘅連鎖反應同埋現代科技嘅解決方案。先講好處，假若全地球真係一隻蚊都冇，人類將會迎來歷史性嘅健康大翻身，瘧疾會消失，登革熱會絕跡，仲有黃熱病、日本腦炎，以上呢啲全部都會變成歷史名詞。大家要明白，蚊咬人嘅時候，除咗吸你2啖血，佢哋同時會分泌啲化學物質入你血管。呢啲化學物質含有血管擴張劑，亦有抗凝血成分，目的係令你嘅傷口唔好咁快收口，方便佢哋慢慢吸血。但係呢啲唾液正正就係致命病毒嘅完美傳播通道。病毒同寄生蟲會順住呢個通道直接注入人體，每年有60幾萬人死於瘧疾，3萬人死於黃熱病。縱使好似香港咁醫學發達，登革熱依然搞到大家人心惶惶。假若冇咗蚊，呢啲傳播鏈會即時中斷，受瘧疾影響嘅人類減少，公營醫療開支會大減。我哋放假出街玩會更加無拘無束，去行山去燒嘢食，唔使再噴到成身蚊怕水。同時間，平日養嘅牲口同埋野生動物都會舒服好多，動物唔使再俾啲蚊叮到煩躁不安。呢個對人類同畜牧業嚟講，絕對係一件功德無量嘅好事。但係大自然其實係一張連連緊扣嘅網，你夾硬抽走其中一個重要環節，後面嘅連鎖反應邊個都預料唔到。我哋先從水生生態方面去了解，蚊嘅幼蟲叫孑孓，佢哋喺池塘、溪流、濕地入面數量多到你唔信，佔據咗淡水生態系統入面極之龐大嘅生物數量。對於魚仔、青蛙、蝌蚪甚至其他水生昆蟲嚟講，蚊幼蟲就係佢哋嘅主食。假如呢餐大茶飯突然間冇咗，水入面嘅捕食者一定會好難捱，特別係一啲專門食蚊嘅魚，好似食蚊魚，佢哋隨時會因為冇嘢食而面臨絕種。為咗生存，其他魚類被迫改變揾食習慣，去搶食其他昆蟲嘅幼蟲，咁樣會搞到其他有益蟲嘅數量跟住下降，成個水域生態嘅平衡會徹底扭曲。當呢啲幼蟲大個咗變做飛蚊，佢哋就成為各種動物嘅快餐。蝙蝠、雀仔、蜻蜓、壁虎，佢哋平時嘅餐單，蚊佔咗好大一席位。雖則呢啲空中捕食者唔係話冇咗蚊就會餓死，佢哋仲可以食其他飛蟲。但係當幾萬億隻飛蟲一夜之間冇晒，所有捕食者都會去搶剩低嘅昆蟲、蝴蝶、蜜蜂或者甲蟲，就會被過度獵殺。呢種影響慢慢擴散，最後令成個食物鏈崩潰。除咗食與被食，大自然嘅運作仲會面對更大規模嘅震盪。好多人以為蚊只會吸血，其實呢個係天大嘅誤會。得千蚊交配後，為咗補充蛋白質先會吸血，因為血液中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同鐵質，呢啲係千蚊卵巢發育同產卵所必須嘅營養。平時無論雄蚊定雌蚊，佢哋主要都係吸花蜜、植物汁液為生。喺呢個過程入面，佢哋其實幫好多植物傳播花粉。雖然佢哋效率冇蜜蜂咁高，但對某啲特殊植物嚟講，蚊係佢哋唯一嘅授粉媒介。萬一蚊絕種，呢啲植物就無法繁衍，大自然嘅多樣性會大受打擊。我哋再將視野放遠啲，
去極端環境睇下，好似北極苔原，每逢夏天嗰度會出現好似黑雲一樣嘅蚊群，佢哋會瘋狂纏住北美馴鹿吸血，每日吸走一隻馴鹿高達300毫升嘅血。為咗避開呢啲恐怖蚊群，幾萬隻馴鹿會被迫改變行軍同埋遷徙嘅路線。馴鹿一改路線，成個生態就大鑊啦。馴鹿大隊一邊行一邊踩爛土地，食晒沿途嘅地衣，佢哋嘅糞便又會改變土壤嘅酸鹼度，直接影響咗北極植物嘅生長分布，甚至連後面追蹤馴鹿嘅狼群行軍路線都要跟住改。冇咗蚊，北極苔原嘅原貌隨時會完全變樣。就算去到熱帶雨林，蚊都有一種好神奇嘅作用，因為雨林有好多致命蚊症，人類根本唔敢行入去，咁樣反而形成咗一道天然屏障，阻止人類無節制咁開發、砍伐亞馬遜呢啲原始森林。萬一啲蚊絕咗種，人類嘅推土機同伐木隊將會無任何阻礙長驅直入，到時熱帶雨林被清光，地球生態只會死得更快。既然全面滅絕嘅代價咁難以預料，科學界就諗到一個更聰明嘅折衷方案，叫精準打擊。全世界有超過3500種蚊，但係真正會咬人、會傳播病毒嘅，其實得200幾種，只佔極少數。其餘3000幾種，人哋安分守己，淨係吸花蜜，對人類一啲威脅都冇。喺蚊嘅社會入面，其實最壞嘅幕後黑手，主要係伊蚊、庫蚊同按蚊呢3大類。伊蚊俗稱花蚊，例如有白紋伊蚊同埃及伊蚊，佢哋係傳播登革熱同黃熱病嘅主力。又好似庫蚊，即係家蚊，佢哋主要傳播日本腦炎同絲蟲病。仲有按蚊，俗稱瘧蚊，蚊如其名，佢哋主要傳播瘧疾。既然係咁，我哋何必同成個蚊界開戰呢？我哋只要針對性消滅呢200幾種蚊就得啦。事實上，現代科技已經有極之精密嘅方法解決，唔係叫你噴殺蟲水，因為殺蟲水會毒死埋其他益蟲。答案係用基因技術。依家科學家用基因技術起咗啲蚊嘅工廠，佢哋培育咗一大批冇生育能力或者感染咗特定病菌嘅雄蚊。雄蚊係唔吸血㗎。科學家將呢啲絕咗育嘅雄蚊放返大自然，等佢哋去同野外嘅雌蚊交配，生出嚟嘅下一代一係孵唔出，一係未大個就死。科學家利用呢種遺傳缺陷，可以喺特定區域入面將蚊嘅數量削減80%以上。咁樣既可以切斷致命傳染病嘅傳播，又可以保留返其餘3000幾種對大自然有益嘅蚊，喺保障人類安全嘅同時，又可以將生態風險減到最低。殺晒所有蚊，從來都唔係一個簡單嘅決定。一刀切係太過狂妄嘅做法，隨時會留低一大堆連大自然都無法修補嘅問題。但如果乜都唔做，又係對每年幾十萬條無辜生命嘅冷漠。對啲蚊點對點精準打擊，就俾咗我哋一個最好嘅平衡，用科技清走真正嘅害群之馬，留低大自然嘅謙謙君子。呢個先係人類對待自然應有嘅態度。今日條片就嚟到尾聲，夏天嘅氣氛越嚟越濃厚，蚊蟲又準備傾巢而出啦。我想問下大家，你用過最有效或者最古怪嘅香港夏天抗蚊妙招又係咩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哋嘅睇法。如果你都中意我嘅內容，好希望你可以點讚、訂閱同分享。你哋每個人嘅支持對我都好重要。今日嘅分享嚟到呢度，喺度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係主播林思齊，我哋下期世界時事粵語解讀再見。